罗斯15日宣布对美国总统拜登等美国政要及个人实施制裁。据报道，俄方针对美方的个人制裁名单包括13人，除拜登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等人也被列入制裁名单。俄外交部宣布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高级外交和国防官员及300多名议员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推文称，美国对涉及侵犯人权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官员及个人实施了签证限制和制裁。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周一说，我们正在非常密切地关注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程度，无论是物质、经济还是财政援助。普莱斯说，我们已经向北京方面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无所作为。他说，我们不会让任何国家补偿俄罗斯因西方制裁而遭受的损失。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二说，中国不是乌克兰与俄罗斯危机参与者，更不希望受到制裁的影响。俄罗斯能源公司宣布，1月1日至3月15日期间，天然气出口量同比下降28.5%。在该公司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同期对意大利、波兰、克罗地亚、土耳其和希腊的天然气出口有所增加。声明中指出，欧洲地下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占用率为26.2%。根据周二宣布的投票结果，土库曼斯坦总统的儿子希尔达尔赢得了总统选举，接替他的父亲成为这个中亚前苏联共和国的领导人。这位40岁的人在3月12日的投票中以73%的选票战胜了其他8名候选人。他的父亲掌握着所有的权力，通过连续的继承，早已组织起他的儿子的崛起。美国汽车巨头福特已决定扩大其在欧洲的电动汽车目标。在此背景下，该公司将在土耳其建立电池工厂，并将在德国的投资翻倍。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福特将在其建立的电池工厂为土耳其生产的商用车生产电池。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目前是要坚持清零、不接受和病毒共存的模式。但与此同时，上一个周末假期，在长春、上海等地都新增许多个确诊个案，因此各地陆续祭出了全面或者部分封城等措施。预估这波无预警封城会影响超过3000万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采取了令人厌恶的方法来同化维吾尔人。将东突厥散变成酷刑区的中国政府正在强迫维吾尔族妇女与汉族人一起生活，以改变民族结构。维吾尔运动负责人罗夏阿巴斯在接受一电台采访时说，这是大规模强奸。中共正在向汉人提供金钱、房子和工作，来鼓励他们与维吾尔妇女结婚。